位議員到咗啊，咁啊介紹下先，我哋勞工界議員啊，劉啟邦，跟住咧就梁子穎。祝全港建造業工友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。祝香港建造業總工會40週年生日快樂，會務興隆，工運傳承，開拓創新。香港建造業總工會40週年生日快樂！